生啊，喺學校裏面咧，我見到有好多不同嘅配套，不如介紹一下咧。咁第一個配套咧，我相信好多啲同學仔都會知嘅咧，就係 Fiverr.com 嘅。咁呢個網站咧就提供好多咧學英文啦，學術上咧即係要識嘅嘢。咁啊，譬如話普通一個學生咧，如果上呢個網站嘅話，都有好多嘅英文嘅知識啦，包括文法啊、語法嗰啲咧可以參考。咁另有一個專區咧，啲學生可以直頭問問題㗎。即係好似以往嘅打電話問功課係啦，咁樣。以前係打電話問功課啦，而家咧就啲同學仔就可以上網，真係咧就係 post 個問題出嚟。咁我哋呢啲導師就會24小時咧不斷咁咧就去回答佢，即係可能唔係即時隔咗幾個鐘排隊咁咧答翻嘅。咁一路答咗佢啲問題，咁啊一路就會喺翻個網站上面儲存咗。係啦，儲存咗係啦。以後佢再問翻咧，就可能即係咁，即係越嚟越多。係啊，越嚟越多係啦，好多嘅 data 咯。跟住就甚至乎就話你唔問都好啦，你睇人哋問都從中而得益咯。嗱，我見到你有一啲咧印刷好精美，叫忽言忽語嘅咁樣，其實係啲咩雜誌嚟嘅咧？嗱，忽言忽語咧就係最近呢幾個月咧出嘅，咁我哋咧就免費派發俾即係任何想索取嘅同學仔啊，或者啲父母嘅。咁裏邊咧就好多都係關於就係啲趣味性嘅英文啦，或者話一啲戲劇啊、書籍嘅介紹啦。咁啊裏邊當中咧都有教啲同學仔咧英文嘅，包括作文啊，或者話一啲較為混亂嘅，我哋同學仔會覺得好難以接受嗰啲所謂 usage 啊。咁佢哋變咗就會可以消閒時間可以去睇㗎啦。除咗正常學習之外，有時佢哋亦都會因應市場嘅需要而開辦唔同類型嘅講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開辦好多唔同類型嘅講座啦，例如升學講座啦。咁其實升學講座裏邊咧，我哋希望可以俾到學生好多嘅讀書嘅方向啦，譬如話佢哋想有啲咩理想啊，做啲咩職業啊，應該修讀啲咩嘅課程係會係最適合佢哋啦。咁又或者係會因應翻佢哋嗰個成績啦、學業嘅成績啦，嚟到係揀選翻適合佢哋嘅科目，等佢哋發揮得更好嘅。作為一間喺行業內有名氣嘅教學機構，岑先生同梁小姐最關心嘅就係老師同學生嘅關係。原來做呢類教學機構嘅老師同學生相處嘅態度上係同傳統學校有分別㗎。係咯，黃 Sir 啊，其實以往嘅傳統嘅教育咧，同埋今時今日嘅教育咧，喺即係相處之道係點樣嘅？其實本身你傳統嘅學校咧，你老師同埋學生相處時間就比較多噶。相反我哋就唔同啊，我哋由於咧即係同學生見面嘅時間咧就比較少啊。我哋課堂嘅時候咧，通常咧即係學生咧都係有佢自己嘅活動啊。變相我哋係需要咧就係好短嘅時間內咧就係同學生去溝通啦。其實首先咧你本身咧老師咧都要建立一個形象啊，即係乜你要俾到學生咧即係覺得你有信心啦，無論喺學科上啊，同埋即係你溝通上邊啊都要清楚。同埋尤其是咧我哋補習學校咧啲學生咧，由於係重讀關係啦，可能有啲學生咧比較活潑啲㗎。咁你需要咧就係如果你日校就係可能係嚴啲啊去鬧佢，但係我哋補習學校咧你需要達至個平衡啦，即係你一方面就唔可以太過嚴厲，如果學生就會即係可能會唔尊重你啊，可能就會可能就係唔聽你講嘢啊，會嬲你啊。一方面如果你太臨咧，太臨線，佢可能就會蝦你咯。可能有好多人都會奇怪，點解呢類型嘅教學機構會咁受學生歡迎？幾位喺呢度畢業嘅同學就有咁嘅睇法。其實呢個現象主要原因就可能高考或者會考嗰個試題嘅難度越嚟越高，而個學生係本身係要覺得一定要透過某一啲嘅輔助先可以克服到嗰啲考試，就係例如補習咁樣咯。咁呢類型嘅重讀班固然可以為咗學生提供咗多一個機會啦，即係譬如佢哋中午可能考得唔係幾好嘅第一次，咁至少佢都唔會覺得絕望，起碼都可以有多一次機會可以俾佢哋再讀多一次，咁樣咁無形中減低咗學生可能考試嘅壓力咁樣咯。能夠適應市場、適應唔同學生嘅需要，岑先生就為佢哋嘅學校發展作出咁樣嘅部署。就我覺得如果營運一個企業嘅話咧，我相信就唔可以單一嘅。咁因為而家本身已經營運咗一個教育機構咧，差唔多一個地基啦，已經固定咗嘅。咁如果原地踏步嘅話，就唔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噶啦。咁因此我哋構思好多嘅未來計劃嘅發展咧，都會同好多嘅機構咧合作。喺大陸或者喺澳門咧，都會繼續咧，即係會去將嗰個業務嘅發展多元化。其實而家我哋成個香港咧，都會好着重咗個資歷架構嘅。咁我相信呢度亦都對市民啊，或者話對於一個消費者，每一個行業都好啦，希望有一個認可嘅資格嘅。咁譬如話你好簡單，譬如話
一個髮型師咁樣。雖然咧你表面上係剪頭髮啫，但係實際上就係佢都有好多嘅 course 要讀，或者甚至乎去外國再進修，或者話要追上個潮流啊。咁呢啲已經係我哋即係會考慮之內嘅。要喺傳統教育以外建立一門教學事業並唔係咁容易。到底岑先生同梁小姐佢哋嘅成功之道又係點嘅呢？首先我好明白我哋嘅工作係十分要求實力呢樣嘢嘅，所以我哋都會係不自滿地啦嚇，不斷嘅追求進步同埋不斷嘅提升自己。我覺得成功最緊要咧，一定要識得蛻變，唔好成日俾啲理論咧即係管住晒，要靈活變通。所以咧，我覺得就係我成功之道咧就係蛻變。